集会会场南投日月潭青年活动中心。你听下听没？好，我听没。你好，你好啊，组长啊，主任哈。哦，好棒哦！哦，好好好，好，这么清楚了啊，好棒好棒。哦，好。哦，日月潭风景，好棒哦！放大以后就是这个。这样子，因为我那个字的话是真正电脑出来的，那你的影像因为放大，税都成这样了，税都这样啊。你好，你好，很好哎，哇，好棒啊，好美，好美啊！哦，好棒，好棒！谢谢，谢谢。这在哪里找到的那个光碟片呢？是日月潭区的吧？这是人家私人设置的吗？还是教育部拍的？公馆。哦，谢谢。哦，好棒啊！好了，可以吃饭了，谢谢你，感恩。好了，可以了，谢谢，谢谢啊，感恩感恩。还有那个易经会受得了啊，受得了啊，没关系啊哈。哦，可以的哈。看时候易经。没关系，抱歉抱歉。因为潭水域面积广达800公顷，是台湾最大的湖泊。全潭以拉鲁道为主，北岸路行路越陡，南岸路行路越沟，因而被称为日月潭。对啊，所以它为王的斗一下。山水气候不多少，不是因为地理色彩，不常神的特色。有位生活在万籁群山的日月潭，铺就了浪漫典型的气氛。好棒好棒。清晨，山峦缭绕，云雾飘飘，如泼墨山水。中午，云雨时晴风，绵绵波光，两双波光。奥格岛，热烈无语天天升旗亮相，就看过这个。
好了，谢谢，感恩来脚崩啊，脚崩啊，对，我们试播一下。哦，还要试播了，辛苦辛苦。这个全部不用全部关的，不用全部关的，因为它这个效果蛮不错。你这个不用关，我看得蛮清楚的。玄奘法师，文武庙，打上去拜拜那边文武庙。新盖的就不一样了哈。好了，好了，休息了。